另外，来关心国内旅游的以外，有民众一口罩3个人去嘉义东石的树岛来观光，无先了解到海中的时间，结果3个人拢总受困伫咧沙洲，救援人员才赶紧来甲因救上岸。因也伫咧苗栗的3义，是有民众赛车载厝内人去游览，敢若是赛车赛到咧渡沟，煞去弄到路边的游客甲游览车，造成6个人受伤。 3个游客伫内海的沙堡顶面，一念毋是，提也毋是，因为通往花乡的路已经互冻起海水淹了了。消防单位接报了后，赶紧来救人。现场有2男，12岁以及50岁，1女年纪大约50岁，受困于沙洲中同时分队立即与海巡署人员协助涉水，将民众脱困。 救援人员带3个游客慢慢撩水行过来，将个车衫民众一家3个人到嘉义东石的有名景点树岛去佚佗，中途要转来时阵才发现海水已经冻起来，而且水窜流，唔知影这水深，伊佫带一个12岁囡仔，唔敢落水行过来，只好通报要求协助。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深，就怕踩空。 加在这海水中悬只有45公分的水深，只是虚惊一场。不过过年出来佚佗以外，毋若一站。中途伫苗栗3义火车站头前的路口，54岁姓区的查甫人开车载厝内底人出来佚佗，先弄到要上游览车游客，又搁弄到游览车，那这车头拢弄歹去，也造成6名游客受伤。我唔知我很混乱呢，我第一次发生这样子。我们在等公车要去圣心车站，当下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直接掉在地板，然后结果我清醒之后，结果是车祸。受伤这6个人是大家小招斗阵出来佚佗，爱看天气路的人，无想到拄到车祸，全部入去病院，也造成事故。这个司机讲家己是精神无好，独居才偏离大路。警方后续也调查造成事故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